由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主办2年1届的印台南无隐藏台南市文化资产影像竞赛，是国内少数的文化资产的影像比赛。主办单位除了希望透过安尼的方式，将这珍贵的文化资产保存下来，也是期待有更较侪人会使熟悉这文化资产。对2015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保存超过100部的影像。今年的竞赛也正式来展开，这届总共的奖金有高达45万，第一名有15万。宣传记者会当中，市长王伟特也邀请全台湾对影像创作有兴趣的民众，会使踊跃来参加。今年是第4届，我们期待台南作为一个文化古都，它的这个文化资产，不管是有形的，不管是无形的，不管是具象的，不管是习俗的，都是一个丰富的素材，能够提供给我们许多影像工作者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拍摄的记录的方式，能够把它留下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去的不管是香科也好，或者是历史建筑、寺庙建筑也好，也是透过一个影像，能够得到一个更新的诠释。文化局长叶泽山也表示，今年拄好是台南的乡科年，活动对现在开始增加，对着喜爱记录文化资产的参赛者来讲，这也是上好的主题。今年是台南市的大科年，很多的寺庙大概从下个礼拜，真富宫、长兴宫、那台江迎神祭、那土城圣母庙的土城乡，包括台湾第一乡西港乡，都陆续就要开始开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增建，其实也是让喜欢从事这些无形文化资产记录的朋友们有了最好的一个素材。这届的比赛征件的时间对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下午5点。相关的资讯嘛会使查询印台南无隐藏的粉丝页。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